初夏嘅香港總有一種特別嘅熱烈氣氛。北角官立小學嘅小小操場上，嗰時候嘅張家朗仲唔到10歲，汗水沿住佢嘅髮根滑落，籃球喺佢手中拍打住地面，蹦蹦蹦，好似心臟嘅跳動。佢嘅父親張子麟係1980年代甲一級籃球聯賽嘅冠軍成員，母親陳雪玲則曾係港青女籃代表。運動嘅基因就好似血液一樣流進家朗嘅骨子裏。家朗係家中嘅幼子，尚有一位姐姐。佢嘅家人從唔強迫佢成為籃球員，但籃球幾乎係家中交流嘅一種語言。週末嘅早晨，父親會帶住舊帽子，攞住籃球，帶家朗去球場練投籃。母親則喺旁邊示範傳球嘅細節。有時佢哋會聊到 NBA， 而家朗最喜歡嘅就係芝加哥公牛隊嘅嗰位特立獨行嘅球員丹尼斯羅德曼。嗰陣時嘅佢覺得運動員唔單止要贏，仲要活得有性格。邊個都冇諗到呢個一直活躍喺籃球場上嘅孩子，未來握住嘅會係一把劍。嗰係一個偶然嘅下午，學校嘅課外活動表上，劍擊興趣班幾個字映入眼簾。10歲嘅張家朗並唔係真正理解乜嘢係劍擊，佢只係覺得嗰把細長嘅劍同防護面罩有啲新奇。第一次握劍嘅時候，佢感到劍身喺手掌中有微微嘅彈性，只係某種可以馴服嘅生物。喺教練眼中，呢個細路嘅動作並唔笨拙，佢喺場上嘅眼神專注，反應快。第一次比賽係喺港島區嘅一場全港小學劍擊賽，佢代表北角官立小學參賽，結果男子高級組團體賽得咗亞軍，初級組嘅個人賽亦都攞咗第3名。嗰日佢攞住獎牌返屋企，母親笑住話：原來你唔只會拍球，亦都會刺人。劍擊嘅世界同籃球嘅世界截然不同，籃球係群體嘅合作，速度同力量交織，劍擊係瞬間嘅判斷，技術同心理嘅博弈。家朗喜歡呢種一劍定勝負嘅刺激感。到15歲嘅時，佢已經喺香港劍擊界嶄露頭角，但嗰陣時佢仲唔係成年港隊嘅一員。然而父親做咗一個重要嘅決定，自費讓仔隨師兄出國參加世界盃多站比賽，機票、住宿、報名費全由家裏負擔。嗰一年，佢第一次感受到世界舞台嘅廣闊與殘酷。有啲國家嘅隊伍係由數十人、數位教練陪同出賽，而佢只有師兄同父親打點一切，睡眠、飲食、練習都喺陌生嘅環境裏自己適應。嗰啲比賽佢輸嘅多，贏嘅少，但心中有一團火喺燃燒。我要喺呢度贏。2014年嘅亞洲青年錦標賽係一次關鍵嘅高光時刻。嗰年張家朗連奪4金，呢個成績直接讓佢躋身香港大港隊。同年9月，佢參加仁川亞運會，同隊友楊子嘉、張小倫、崔浩然合作，攞下男子盾劍團體賽銅牌。2016年4月，中國無錫嘅擊劍場館裏，19歲嘅張家朗一劍一劍地衝破亞洲強敵，韓國名將許晉、日本世界冠軍太田雄貴、中國嘅奧運金牌得主雷聲，佢最終企上咗最高嘅頒獎台。亞洲冠軍，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有男子劍擊運動員奪得亞洲個人賽金牌。嗰枚金牌唔只係一塊金屬，更係一張通往里約奧運嘅門票。雖然里約之行止步16強，但佢已經將香港男子劍擊嘅最佳奧運成績刻在歷史上。時間嚟到2021年夏天，東京奧運，港隊嘅旗幟喺開幕式上飄揚。張家朗同羽毛球選手謝影雪並肩企喺世界嘅舞台。男子盾劍個人賽嘅決賽，對手係里約奧運冠軍加羅佐。賽前，好多人認為呢位意大利劍士經驗豐富，係大熱門。但比賽中，張家朗嘅節奏、攻防轉換喺場上形成咗強烈壓迫感。最終15-11勝利。嗰一刻，佢捧起香港歷史上嘅第2面奧運金牌，亦係第一個男子奧運金牌。金牌嘅重量唔只係榮耀，仲係數十年嘅積累與汗水。2022年冬天嘅巴黎世界盃，佢第一次殺入決賽，並喺法國嘅舞台上擊敗意大利嘅盧派尼，成為香港第一位男子盾劍世界盃冠軍。數月後，佢登上世界排名第1嘅寶座。呢個係香港男子劍擊有史以來嘅第一次，呢個位置來之不易。嗰一年，佢經歷咗世界錦標賽嘅逆境。半準決賽中喺9-14落後嘅絕境裏，佢連取6分逆轉勝出。呢個係佢喺東京奧運8強時曾上演過嘅同樣戲碼。雖然準決賽不敵意大利新星馬連尼，最終攞下銅牌，但已經改寫香港男子盾劍嘅歷史。2024年嘅巴黎奧運會，佢再次成為港隊掌旗官。男子盾劍決賽中，佢面對嘅係意大利嘅菲利波馬奇，比分喺全場反覆拉鋸，最終佢以15-14險勝。香港奧運史上第一位連奪2屆金牌嘅運動員，亦成為奧運史上僅第3位衛冕男子盾劍個人賽冠軍嘅選手。賽後佢講咗一句俾人記住嘅話：唔好放棄，去堅持，就算遇到好多挫折，記住自己為咩開始。運動之外，佢亦都追求學業，從北角官立小學到英華書院，再到林大輝中學，佢喺中4毅然退學，追逐劍擊夢。多年後，佢透過香港浸會大學優才運動員入學計劃，修讀體育及康樂管理。家庭仍然係佢最重要嘅支持。
父親除咗給予運動上嘅啟蒙，亦都用堅定嘅行動支持佢遠行。母親則關心佢嘅心理狀態，成為佢心靈嘅支柱，榮譽滿身。佢獲得銀紫荊星章、傑出運動員獎、10大傑青、理工大學榮譽博士。佢喺著作《擊劍成就咗我》中記錄自己嘅心路歷程，向年輕人傳遞奮鬥嘅信念。佢嘅故事唔只係關於贏得比賽，而係話俾人啲真正嘅勝利係喺一次次倒下後，仍能夠爬起嚟，繼續舉起嗰把劍。